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今集咧就講下咧企業唔同嘅階段咧，究竟喺銀行上面咧係做啲咩嘅產品係能夠幫到佢哋手嘅咧？第一個階段啦就係初創期啦。嗱，初創期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嗰個數據咧喺銀行個層面上面咧，你係唔夠嘅。一般嚟講，例如咩財務報表你得一盤數，咁咪或甚至乎係冇啊。咁銀行其實都睇唔到你有啲乜嘢。銀行唯一能夠睇到你嘅咧就係你嘅預結單啦。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嘅時候咧，其實你都唔係好多選擇。基本上都係做一啲嘅分期貸款去做大你個底盤，然之後一步一步同銀行建立咗個關係，然之後你先至可以繼續續行呢個借力打力嘅概念。咁好啦，到咗發展完之後咧，就係成熟期啦。成熟期嘅時候咧，又唔係咯，因為你已經唔再需要搏啦嘛，咁你就需要咧去銀行度咧攞一啲 revolving loan 啦，循環嘅額度用先計，唔用就唔計嘅額度。咁樣嘅時候咧，你就先至可以能夠精準咁樣控制到你個利息支出。好啦，第三個啦，就係已經係一個超級成熟期，咁嘅時候你應該做啲咩咧？係其實應該咧攞啲額度咧係再加呢個對沖。好多時候咧匯率嘅風險都會係令到一間公司能夠賺得到幾多錢，或者能夠賺多啲錢，甚至乎會唔會有機會蝕錢咧，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。所以咧去到成熟期嘅時候咧，匯率嘅風險呢啲咁嘅對沖嘢咧，大家就要同銀行嗰邊傾下點樣去做好呢一個風險嘅管理啦。今集分享到呢度先，下集又分享其他嘢，拜拜。